上午7点半，在嵊州粤剧艺术学校的报名登记处就开始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考生们抓紧考前的任何机会练声练动作。尽管报考条件有一系列的要求，但仍有来自全省各地的考生前来报名面试。而他们不仅自己喜欢粤剧，还有着一定的戏曲功底。他们都非常期待自己通过这次考试来进入到粤剧表演这一行列之中。因为我之前有了解过，然后自己本人也是特别喜欢粤剧，然后才来这报考的。我觉得一方面粤剧是一个中国的文化，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欢，然后去弘扬，然后去发展一下。在今天的面试中，评委对每位考生进行了演唱、语言、形体、表演等多方面的考察。在经过了一整天的现场面试后，评委们对今年考生无论是唱腔上还是在表演动作上都有着深刻的印象。通过这几年的招生，应该说今年的这个招生情况，我们的生源啊，好像比往年几届要更好啊。特别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条件非常好的苗子，比如说有一些嗓子特别好，有一些呢形象也特别好，那么还有一些呢整个综合素质都特别好啊，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根据这次3+4招生模式规定，专业面试通过后，将根据各地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志愿填报，从高到低统一录取。3年后升入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需参加中职升学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考试。而像这样跟浙江音乐学院的合作招生模式，对嵊州粤剧艺术学校而言，今年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也正是这样的招生模式，让学校招到了更为优质的生源。我们认为，随着粤剧艺校优秀毕业生成立军现象的影响，粤剧的影响力的扩大，粤剧普及、传承、发展的生态涵养已具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报考的学生呢，不再仅仅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而是带着扎实的基本功和明确的职业规划而来。这说明粤剧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也让我们在招生时能优中选优，培养更具潜力的粤剧接班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呢，就是毕业了以后，3+4的孩子都纷纷到了一些比如说省级院团啊，浙江小百花呀，还有一些市级院团啊，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我们3+4的孩子，每年的这个就业率基本上都是100%的。